继续来到台中，这个双方嘛拢邀请到大咖来做最后的冲刺。拜托大家，咱所有的立法委员在中市，这么啊认真，这么啊过百姓吼。徛伫车顶话甲真认真，台中市长卢秀燕带子弟兵廖伟雄，沿路劝导民众免仔载爱出来投票。不少民众欢迎也请热情，主动比赞，加油加油。关键时刻，卢秀燕展现拿赢家尾气势，甲行动力，全力徛台。3天内得到7场活动。卢秀燕有一色拢袂当随压力，更加喊你将炮火上阵中央，批评执政党唔顾民生，规心无罢免。南部地区水灾非常的严重，但是总统院长这几天这个礼拜有下去看一下吗？我们的这个中央政府，我们的执政党重政治、重罢免。根本不管灾民。对抗拿赢反罢免的动作，台中市议会民进党团搁在总动员，和公民团体徛上街路顶，甲几路人热手底气，把每1分钟为投票做最后的努力。726，那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日子哦。那最后的时刻，我们把握最宝贵的时间，每一分每一秒都非常的重要。离投票差不到24点钟，双方阵营拢充满着危机感。大家全力拼力战，为最后的一里路争取民意的支持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